就做第13條，佢咧就話 ABCD 係 cyclic quadrilateral 啦，然之後話 AB 咧就垂直於 BC， 叫我哋計翻 AD 嘅長度 in terms of y、alpha 同埋 beta。咁首先咧 cyclic quadrilateral 嘅 properties 就係呢兩隻角咧會一樣都係 alpha， 然之後呢兩隻角一樣係 beta， 然之後對角加埋會180度，所以呢隻角係90度嘅話，呢隻角都係90度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首先會用 y 啦同埋 beta 去計翻三角形 ABC 同埋三角形 ACD common side 啦，就係 AC。咁 AC 咧就會等於 y 啦 over side beta。然之後我哋用翻啱啱計到嘅 AC 長度同埋呢個 alpha 嘅角度去計翻 AD 嘅長度，就等於 y over side beta乘翻 sin alpha，所以答案呢就係 A 㗎。